よろしくお願いです。2月頭凍咗幾個禮拜，而家開始回南天落雨啦。今日 book 咗8點半新幹線去熱海3日2夜睇何俊英。喺新幹線站外邊有好多得意便當，買咗新幹線嘅指定席，幫大家實測過啦，淨係入乘車券係過唔到嘅，要入埋指定席嗰張先至可以過到㗎。今日搭嘅係ฮิ加里號，直去東京。放完件細行李仔，就仲有大概咁多空間到。架車好快咁樣就飛過咗新大阪啦，然之後見到琵琶湖嗰座山，好多雪。去到米原附近仲有積雪添。之後又見到伊吹山。嚟到湖西市，個天氣又開始變暖啦。如果由關西出嚟關東，新幹線個位揀左手邊嚟到靜岡，就會見到富士山啦。今日富士山上面有粒雲啊，就咁睇個富士山又唔算好多積雪喎。到熱海快啲落車啦，如果唔係會走去東京嘅。新幹線真係超快，隻手都跟唔到佢個速度。熱海站一出嚟個商場，上到嚟3樓就有好多 locker 可以先放低件行李，將行李放咗入 locker 之後，熒光幕撳左邊嗰粒掣，然之後拍低 locker 嗰個向下嘅 lock 掣，熒光幕會叫你再確認係咪嗰個 locker。撳完個 locker number 之後，可以俾 IC 卡或者現金。如果用 IC 卡嘅話，返到嚟攞行李就用返 IC 卡拍卡就可以攞到啦。如果咁唔好彩冇晒 locker，都可以喺商場嘅地下行到最尾黑貓嗰度去寄存行李嘅，500yen一件。鎖完行李，我哋就開始行商店街啦。熱海站就喺呢一個位，然之後行出嚟呢一度就係商店街啦。喺站附近呢2條商店街比較旺啲，好多人都集中晒喺熱海站附近呢2條商店街嗰度掃街。馬路廳嘅 No.1 名物係章魚嘅魚蛋串，啱啱炸起大大粒嘅章魚丸喺入邊。熱海第2種名物就係魚乾，呢間仲可以玩扭蛋抽魚乾添。鍾意食海膽同埋魷魚漬嘅都可以喺度買手信㗎。另一間鋪頭又見到有生晒嘅金木雕，仲有大大隻海蝦添。呢個牌話熱海市大概有500個溫泉，泉水平均就係63度，可以治療神經痛、關節痛，幫助疲勞回復㗎。熱海第3款名物就係海鮮啦。買咗個打卡名物吞拿魚刺身雪糕筒，飯嚟㗎啦喎，原來開始。雖然只係500yen，但係麻麻地好食。跟住再行見到一啲打卡名物，呢個都冇買了。另一個名物熱海布甸，因為排太長龍，懶得滯又冇排了。煎餅成條魚乾都放咗入去，幾得意。而家沿住呢條商店街出發去來宮神社。途中見到有生嘅白飯魚檔，即刻衝入去食。熟嘅係咁樣嘅，生嘅白飯魚好爽㗎，而且一啲都唔腥，撈埋生蛋食仲正，超級推介。食完飯就繼續行去來宮神社，一出嚟就見到，哇，個海景靚，又大太陽又熱，真係熱海啊！行行下又見到有人喺路邊嗰度烚緊溫泉蛋。熱海呢個地方都幾得意，又係可以一路行一路搵啲泉源。大家係咪都好耐冇見過電話亭呢？正喺電話亭隔籬就有個地方，每5分鐘會噴出溫泉水。
等咗幾分鐘之後，好似聽到隔離有人開掣，見到有煙飄出嚟，然之後溫泉水就噴出嚟嚕。睇完幾個泉源之後，繼續行上去來公神社啦。喺熱海呢度都係不停上山落山，有好多長命斜，亦都有好多又長又直嘅梯級。上完咁直嘅樓梯之後，得到嘅獎勵就係見到熱海城，之後見到好靚嘅大海同埋櫻花。上完斜路之後，見到呢兩個隧道窿，過馬路就啱啦。來公神社有好多大大棵嘅神木，跟住其他日本人圍住棵樹行一圈，感受下啲神氣。見到其他人喺呢個斜板度影返上去棵神木，我又試下先。喺呢個位影完出嚟，棵神木就係咁樣噶啦，靚唔靚先？呢度又有另一個打卡位，可以睇返成棵神木。隔籬仲有馬騮表演添。去完來公神社就沿住斜路落返去下邊商店街啦。落到嚟呢條河兩旁都有啲櫻花，不過就唔係開得好靚，就跟住路牌嘅指示喺度停一停睇下櫻花啦。跟住頭頂突然之間好大個黑影，原來有隻大雀飛過喎。頭頂嗰兩條毛隨風飄揚，zoom遠啲俾大家睇。哇！隻巨雀。一路繼續行，呢度就係熱海銀座商店街啦。一路行嘅時候，見到呢間酒店嘅水渠飄出熱氣，嚟到呢個位，以為自己去咗夏威夷添。3點零鐘就出發去今晚嘅酒店，喺熱海站有送迎巴士。龜之井酒店原來喺山上面，入到嚟見到個海景超級靚。間房望到個景就係咁靚噶啦，第二朝仲見到日出添，跟住去浸溫泉，上返嚟就見到日落係咁樣啦。酒店做緊限時優惠，有蟹放題食。刺身擺盤幾靚，不過味道一般。呢個牛就夠腍，幾好食。第二 round 蟹係咁樣嘅，拆出嚟啲蟹肉都冇縮水，睇下拆得幾靚。最尾仲有個飯同埋湯，超級飽。最尾個甜品係土啫喱同埋番薯布丁。呢個甜薯布丁有咩感想？好似蒸滷蛋咁。食完飯出去睇下，見唔見到7星連珠先？
見到成個天空都係星星，都係早啲瞓啦。聽朝一早出發去睇何俊英。Day 1嚟到呢度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comment 啊！